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章编读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第二部分：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。第28课：读讲练习。第一，这安怎读？一世纪，一世纪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下功夫，下功夫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三轮车，三轮车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四海为家，四海为家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保险局，保险局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匹诺曹，匹诺曹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好年冬，好年冬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分财产，分财产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新雨水，新雨水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劝世歌，劝世歌。11，这安怎读？十字路，十字路。12，这安怎读？单行道，单行道。13，这安怎读？动物园，动物园。14，这安怎读？蔡新明，蔡新明。15，这安怎读？台死人，台死人。听写练习。16，这安怎写？调整，调整。17，这安怎写？亲手，亲手。18，这安怎写？表演，表演。19，这安怎写？总统，总统。20，这安怎写？绝交，绝交。21，这安怎写？地址，地址。22，这安怎写？扫地，扫地。23，这安怎写？东窗，东窗。24，这安怎写？东心，东心。25，这安怎写？营业，营业。26，这安怎写？风水，风水。27，这安怎写？老师，老师。28，这安怎写？师傅，师傅。29，这安怎写？专门，
专门。30这安怎写？应验，应验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